人窮唔好串門，錢少唔好亂交友。呢場高級獨處，今日就同大家拆開號，慢慢講。人到晚年越係混得差，越要學識呢一種獨處嘅智慧。先講一個大前提，呢一套智慧唔係叫你變成一個孤僻冷漠嘅人，而係叫你重新學識分配自己有限嘅時間同精力，去喺人生最艱難嘅階段做出最有利於自己嘅選擇。好多人一聽到獨處呢兩個字，第一反應就係抗拒，覺得呢個係一種失敗者嘅退縮。但實際上，獨處係一種需要主動修煉嘅能力，亦係人到中年同晚年之後最值得擁有嘅一種底氣。今日就由淺入深，將呢一套思維逐一拆解俾大家聽。坊間講長者智慧嘅內容好多，但大部分都流於表面，淨係識得叫人保重身體，叫人開心啲，呢啲說話聽落舒服，但實際上對解決問題冇任何幫助。今日想講嘅係更加實際、更加貼地嘅一套思維方式，希望大家聽完之後唔淨係覺得有道理，仲可以真正應用到自己嘅日常生活之中。先講第一個重點，點解人窮唔好串門？要揭開嘅係窮人社交裏面一個好殘酷嘅真相。人老咗越係窮，越要學識將自己個門燈整高啲。好多老友記覺得親戚朋友得閒上去坐下飲杯茶好閒啫，但你有冇諗過，當你混得差嘅時候，呢一種社交其實係對你自尊嘅一場凌遲。你去串門拎住份薄禮，人哋睇你嘅眼神唔係歡迎，而係審視。報地會睇你着咩衫，講咩話，甚至會喺背後討論你點樣落魄。呢種社交根本唔係情分，而係一種勢利眼嘅博弈。你以為去串門係聯絡感情，其實喺人哋眼中，你只係一個過豪花園嘅失敗者。當你嘅財富水平同你嘅社交圈子唔對等嘅時候，你去串門唔單止換唔到尊重，仲會俾人睇穿你嘅弱點，甚至會俾人都當成一種茶餘飯後嘅談資。窮嘅時候最重要嘅唔係去討好人，而係要守住自己嘅陣地。當你唔再頻繁串門，你其實就係為全世界宣告我嘅時間，我嘅尊嚴係有價值嘅。呢一種克制唔係孤僻，係一種對自己嘅保護。越窮嘅時候，你嘅每一分精力都應該留住好處理自己嘅事，而唔係不斷花喺一場注定要被審視嘅社交裏面。你越頻密咁出現喺呢類巴兒，你嘅尊嚴就越快被磨損。所以呢一種高門唔係冷漠，而係一種自我修復嘅必要動作。喺傳媒界打滾咁多年，見過好多人喺低潮期堅持頻密咁應酬，希望透過維持表面嘅熱鬧去掩飾自己內心嘅恐懼，結果往往係愈做愈累，愈做愈俾人睇穿。相反，有幾個沉得住氣嘅人喺最艱難嗰段日子選擇暫時退出大部分嘅社交範圍，專心處理自己嘅事。幾年之後，呢幾個人不但重新站穩，仲喺氣質上比之前更加沉穩。呢一種對比足以證明沉默退場往往好過勉強應酬。仲有一點要講清楚，串門呢一種行為往往係出於一種慣性。由細到大，大家都被教育要常常聯絡感情，要勤力走動。但呢一套社交守則係建基於一個前提，就係你同對方嘅地位大致相等。一旦呢個前提崩塌，所有禮節都會變成一場單方面嘅消耗。你越熱情，對方越覺得你係豪攀附；你越客氣，對方越覺得你係豪博取暖論。呢個落差唔係你嘅錯，係人性裏面一個好現實嘅規律。當資源不對等，互動就會自然傾斜。所以與其勉強自己去維持一種已經唔對等嘅關係，不如靜靜咁退後一步，將呢一份心力留住好處理自己嘅人生。等到你重新站穩嗰陣，
再去聯絡，先唔會揾自己受罪。仲有一個現象值得拆解，就係好多人運得差嗰陣，反而越想證明自己冇變，越想頻密咁出現喺親戚朋友面前。呢一種心態其實源自一種恐懼，怕自己一旦消失就會俾人鐵底遺忘，怕自己一旦唔再露面就等於承認自己已經輸咗。但你要明白，呢一種恐懼會使你做出最錯嘅決定，因為你越急住去證明，對方越容易喺你身上扣到一種慌張同卑微。呢種氣場一旦散發出毫，你係點解釋都冇用。所以真正聰明嘅做法唔係去解釋，唔係去證明，而係靜靜咁退場，等你重新站起身嗰一日，所有解釋都變成多餘，因為你嘅狀態已經係最有力嘅證明。再講深一層，串門呢一種行為仲牽涉到一種能量嘅消耗。每一次出門應酬，你都要打扮，要寒暄，要應付一連串嘅客套話，呢啲全部都係心理能量嘅支出。當你嘅銀行戶口已經緊蓋，你嘅心理能量同樣應該準確咁分配，唔應該將珍貴嘅能量浪費喺一場注定冇回報嘅應酬之上。與其將時間花喺樓上耗去，倒不如將呢一段時間用豪讀多一頁書，諗多個計劃，呢個先係對自己負責任嘅做法。仲有一點，社交圈子裏面有一種好微妙嘅規律，叫做雪中送炭嘅人少之又少，但落井下石嘅人卻層出不窮。呢個唔係要你變得悲觀，而係要你睇清楚現實。當你明白咗呢個規律，你就唔會再對串門呢一種社交方式抱有太多不切實際嘅幻想。你會明白，與其花時間去經營一啲未必對等嘅關係，倒不如將呢一份心力用好好經營自己。仲有一個角度好值得思考，就係串門呢一種行為背後往往隱藏住一種對自我價值嘅錯誤理解。好多人覺得自己嘅價值需要透過別人嘅承認號確立，所以報地拼命想透過頻密嘅出現去提醒身邊嘅人，我仲存在，我仲未被淘汰。但呢一種做法恰恰暴露咗自己內心嘅不安。真正有自信嘅人從來都唔需要透過刷存在感號證明自己，報地明白自己嘅價值，唔需要靠外界嘅眼光號定義。當你能夠放低呢一種對外界認可嘅執着，你先真正擁有咗一種叫做自由嘅東西。呢一種自由會讓你重新掌握自己嘅人生節奏，唔再被別人嘅評價牽住號走。講完串門呢一環，第二個重點更加直接，叫做錢少，唔好亂交友。要識破嘅係損友嘅一種能量吸血術。好多人以為朋友多就係好事，特別係喺窮困嘅時候，仲想揾班老友圍爐取暖，覺得一齊抱怨生活，一齊食煙飲酒好開心。呢個諗法錯到離譜。你身邊嗰班淨係識得講大家都係咁啦，認命啦嘅人，報地係你人生裏面嘅負能量發電廠。呢一類人會用報地自己嘅平庸豪麻醉你嘅意志。報地最怕見到你翻身，因為你翻身咗就證明報地嘅失敗係因為報地自己唔夠努力。當你冇錢嘅時候，你就更加要督選邊個係貴人，邊個係損友。損友嘅特徵其實好明顯，報淨係識得揾你講是非，拉你一齊飲酒，或者放縱你做一啲無意義嘅冒險。有一個最簡單嘅測試方法，當你講出你嘅志向嗰一刻，報係潑你冷水定係支持你？呢一個簡單嘅反應就足以幫你過漏掉90%嘅廢人。沒錢唔代表你要過得卑微，但你要好清醒，你嘅圈子直接決定咗你嘅人生格局。一個人嘅圈子往往就係報視野嘅天花板，圈子愈低質，你嘅思維就愈容易被拉低。相反，如果你身邊留住嘅係真正有見地、
肯同你講真話嘅人，你嘅成長速度就會完全唔同。再講深一層，識人嘅標準唔應該係報識唔識同你食喝玩樂，而係報喺你跌低嗰陣係咬牙撐住你，定係啷一聲然後悄悄走開。真正嘅貴人未必會喺你風光嗰陣出現，但一定會喺你最艱難嗰一刻講一句實事求是嘅話，俾你一個實際嘅方向。相反，損友最擅長嘅就係喺你最脆弱嗰陣，用一種同情嘅語氣幫你嘅過落找一個合理嘅藉口。報地會話：唉，冇辦法啦，世界就係咁噶。呢一句說話聽落去好似安慰，實際上係幫你關埋翻身嘅最後一道門。你聽多咗，你就會慢慢相信自己嘅困境係命運嘅安排，唔再相信自己仲有改變嘅能力。所以判斷一個人值唔值得留住喺你嘅圈子，最簡單嘅準則就係睇報嘅說話，係幫你打開一條路，定係幫你關埋所有路。仲有一種損友最難察覺，就係嗰啲表面上對你好好，但實際上不斷喺你耳邊強調風險、強調困難嘅人。呢一類人往往打住為你着想嘅旗號，但每一次你有新諗法，報地第一反應永遠係滾冷水，講呢個唔得，講嗰個太危險。呢一種人未必有壞心眼，但報地嘅消極思維會喺潛意識裏面慢慢侵蝕你嘅勇氣，令你變得猶豫，令你習慣咗喺行動之前先諗100個唔好做嘅理由。所以你要學識分辨邊一種提醒係出於理性嘅分析，邊一種提醒只係出於對方自己嘅恐懼投射。仲有一個現象要留意，就係當你身邊嘅朋友開始用一種曾經濟海嘅語氣去談論你嘅夢想，講你呢個太年輕，唔識世界嘅複雜，講你終歸都會跌一次大跟頭。呢一種說話聽起好似係過嚟人嘅忠告，但實際上往往係報地自己放棄咗夢想之後嘅一種自我安慰。報地希望你跟報地一樣認命，因為咁先可以證明報地嘅選擇冇錯。所以面對呢一種說話，你要學識禮貌咁聽，但唔需要全盤接收。你要相信你嘅人生劇本，唔需要跟住任何人嘅劇本豪走。再講一個實用嘅角度，識人嘅質素往往同你願意付出嘅時間成反比。你會發現真正值得交往嘅人未必需要你頻密咁聯絡，因為呢一種關係建基於互相尊重，而唔係建基於不斷嘅刷存在感。相反，你越需要不斷討好嘅關係，往往越唔穩固，因為呢一種關係嘅基礎本身就唔對等。仲想補充一個重要嘅觀察，就係朋友嘅質素往往會隨住人生階段嘅轉變而轉變。年輕嗰陣，大家追求嘅可能係相同嘅興趣、相同嘅玩樂方式，但隨住年紀漸長，真正值得留住嘅朋友應該係嗰啲能夠同你一齊成長，能夠喺思想上互相啟發嘅人。如果你發現某啲朋友嘅相處模式仍然停留喺幾十年前嗰一種純粹消遣嘅層面，完全冇隨住大家嘅成長而深化，呢一種關係其實已經完成咗報嘅歷史任務，唔需要勉強自己再繼續維持。人生有限，與其將時間分散喺一大班泛之交身上，不如將精力集中喺幾個真正同頻嘅人身上。呢一種特選唔係勢利，而係一種對時間嘅尊重。仲有一個值得思考嘅角度，就係沉默其實係一種被低估嘅力量。當你身邊有人不斷用言語打擊你，唔代表你一定要用言語還擊先算贏。有時候最有力嘅反擊就係你嘅沉默配合你嘅實際行動。你唔需要同任何人爭辯，唔需要證明任何人錯，你只需要將時間用好，讓自己變得更好。等到結果自然呈現嗰一日，所有質疑都會不言自明。
呢一種以結果代替點解嘅做法，先係最高層次嘅回應方式。仲有一個實際嘅做法可以分享。當你要判斷一段關係值唔值得繼續維持，可以試下回想一下最近幾次同呢一個朋友嘅相處，係令你嘅心情變得輕鬆，定係愈傾愈累？呢一種直覺嘅感受，往往比任何理性分析都更加準確，因為身體同情緒永遠唔會欺騙你。如果你發現某一段關係每次相處都係不斷消耗你嘅情緒，咁無論呢段關係維持咗幾多年，都值得你重新審視。人生餘下嘅時間有限，唔應該繼續分配俾一啲只會令你疲累嘅關係。第三個重點要講嘅叫做高級獨處，講嘅係點樣喺冇人理嘅日子入面做到隱形進化。獨處唔係孤獨，係一種高維度嘅進化方式。喺呢個階段，你冇咗嗰啲酒肉朋友，冇咗嗰啲閒雜人等，你終於有咗時間去面對真實嘅自己。每個人嘅翻身都需要一個閉關嘅過程，你可以利用呢段時間去重新閱讀嗰啲以前睇唔明嘅經典，去研究一個你一直想學但冇時間學嘅技術，去徹底盤點你嘅財務狀況。呢個過程冇人會鼓掌，冇人會讚你，甚至有人會話你好悶。但你要記住，呢種悶係你未來強大嘅根基。你嘅目標係將焦慮轉化為專注，將不安轉化為行動，喺無人睇到嘅地方默默耕耘。等到你再次出現喺眾人面前嘅時候，你已經係一個脫胎換骨嘅人。呢種唔靠外部認可嘅成長，先係最關實、最難俾人搶走嘅財富。很多人以為翻身需要轟轟烈烈嘅一場戲，其實真正嘅轉變往往發生喺最寂靜、最少人留意嘅階段。你今日所付出嘅每一分鐘專注，將來都會變成一份你自己都估唔到嘅厚禮。獨處嘅時候，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功課，就係學識同自己嘅情緒相處。好多人一靜下號，就會被焦慮同恐懼包圍，於是急住揾人傾訴，急住揾熱鬧豪掩蓋呢一種不安。但呢一種逃避只會令焦慮愈積愈深。真正嘅獨處係要你坐落號，直接面對自己嘅恐懼，問自己：我究竟驚啲乜？我嘅困境究竟係邊一個環節出咗問題？當你肯誠實咁面對呢啲問題，你會發現恐懼其實冇你想象中咁恐怖。報紙係喺提醒你有啲事情需要改變，而呢一種改變往往就喺你獨處嘅靜默之中悄悄萌芽。仲有一個值得分享嘅做法，就係將獨處時間決稿化，唔好淨係話自己今日要獨處，咁就完事，而係要為呢一段時間訂立一個具體嘅目標。例如今日要讀完一個章節，今日要將財務狀況整理出一張清晰嘅表格，今日要寫低未來3個月嘅具體計劃。呢一種決拗化嘅安排會令獨處時間嘅效率大大提升，避免你喺獨處嗰陣反而被漫無目的嘅胡思亂想，拖住浪費咗呢一段寶貴嘅時間。獨處仲有一個容易被忽略嘅好處，就係幫你重新建立同時間嘅關係。喺熱鬧嘅社交生活入面，時間往往係被切割成一段一段，用毫應付呢個應酬，應付嗰個聚會。你嘅注意力長期處於分散狀態，但獨處嗰陣，時間重新變回一塊完整嘅資源，你可以將部集中投放喺一件事情之上。呢一種專注先係真正創造價值嘅前提。你會發現過往幾年你一直拖延嘅計劃，原來只需要一段完整嘅獨處時間就可以推進好大一步。呢個就係獨處嘅力量。仲有一點要強調，獨處唔代表你要完全切斷同外界嘅連結。獨處嘅重點係你主動選擇同邊一種信息接觸，而唔係被動咁接收所有嘈雜嘅資訊。
你可以選擇閱讀一啲真正有深度嘅內容，可以選擇學習一種新嘅技能，呢啲都係主動嘅輸入。相反，如果你成日刷手機被動，咁接收一啲零碎嘅資訊，呢個唔係獨處，呢個只係另一種形式嘅消耗。再講一個層次，獨處嘅過程入面，你會經歷一段好難捱嘅適應期，因為你習慣咗有人陪伴，習慣咗用熱鬧號填滿時間，一旦突然清靜下號，你會感受到一種強烈嘅空虛。呢一種空虛，好多人因為頂唔住，就會重新走返去舊有嘅社交模式。但如果你能夠頂住呢一段適應期，你會發現喺空虛背後其實隱藏住一個更加清醒、更加強大嘅自己。呢個自己先係你真正要尋找嘅寶藏。仲想講多一個層次，獨處嘅過程亦係一個重新審視人生優先次序嘅好機會。喺日常嘅忙碌之中，我哋好容易被勞事牽住，將大量時間花喺一啲長遠豪講根本冇意義嘅事情之上。但獨處嘅時候，當外界嘅干擾全部消失，你會更加容易睇清楚邊一啲事情先係你人生真正重視嘅，邊一啲事情只係一種習慣性嘅消耗。呢一種清晰會幫你重新分配未來嘅時間同精力，令你嘅人生軌跡更加貼近自己真正想要嘅方向。呢個就係獨處最珍貴嘅禮物。報唔會喺熱鬧之中出現，只會喺安靜之中悄悄浮現。第四個重點係要講心智嘅強大，點樣跨越人性裏面嗰一道勢利屏障。人到晚年最需要嘅係一種心如止水嘅氣場。好多人運得差係因為報地太在意別人點睇報地，當親戚講一句說話，報就耿耿於懷；當老友一個眼神，報就覺得自卑。呢種心態其實就係將自己嘅價值交咗俾人哋去評價。要贏得人性，你先要學識唔在意。當你心入面有一套自己嘅評判系統，我有閱讀，我有思考，我有底線，咁無論其他人點樣評價，你都傷害唔到你半分。獨處智慧嘅核心就在於建立呢一道心理防盜牆。你要學會喺面對冷言冷語嗰陣，保持優雅嘅微笑，唔需要辯解，亦唔需要生氣，因為你知道喺你嘅人生劇本入面，你先係唯一嘅編劇，其他人只係過客。過客嘅意見幾時輪得到報地號左右你嘅人生大局？呢一種超然嘅心態會令你喺任何環境入面都無往而不利。當你不再為咗一句閒言而動氣，你會發現你嘅精力反而可以更集中咁用喺真正重要嘅事情上面。呢個就係心智強大大號你嘅最直接好處。仲有一個常見嘅情境值得拆解，就係家庭聚會裏面難免會有人提起你嘅近況，問你工作搞得點，問你有冇翻身嘅打算。呢一啲問題好多時都唔係出於惡意，但聽嘅人往往會自動將報當成一種審判，於是急住解釋，急住升解，結果越講越升階，越講越被動。其實最有力嘅回應往往係最簡單嘅一句：我而家狀態幾好，多謝關心。講完之後唔需要再延伸，唔需要再解釋，因為你嘅人生唔需要喺一場家庭聚會之中被審判。呢一種簡潔嘅回應本身就係一種心智強大嘅體現。心智嘅強大仲體現喺一個地方，就係你點樣定義成功。好多人嘅自尊都建立喺別人嘅讚賞之上。呢一種自尊好脆弱，一旦冇人讚報就會跌入自我懷疑。真正穩固嘅自尊應該係建立喺你自己嘅標準之上。你今日有冇進步？你今日有冇對得住自己嘅原則？呢啲問題嘅答案只有你自己知道，亦只有你自己嘅答案先重要。當你嘅快樂同安穩唔再需要靠別人嘅嘴去確論，你先真正擁有咗一種
任何人都奪唔走嘅心理資產。呢一種資產比任何存款都更加穩陣，因為報唔會因為市場波動或者人情冷暖而命值。心智強大仲有一個重要嘅體現，就係你點樣面對失敗。普通人遇到失敗，第一反應往往係羞愧，係急住隱藏。但心智強大嘅人會將失敗當成一份數據，去分析究竟邊一個環節出咗錯，作糾正方向，重新出發。呢一種思維轉換睇似簡單，但實際上需要長時間嘅修煉，因為人嘅本能就係逃避痛苦，逃避承認自己嘅錯誤。但你要明白，唯有正視失敗，你先有機會避免重複犯同一個錯。仲有一點，心智強大嘅人唔會將自己嘅情緒寄託喺一時嘅得失之上。布地明白，人生係一場長跑，今日嘅低潮唔代表將來嘅低潮，今日嘅一個小成就亦唔代表你已經到達終點。呢一種長遠嘅視野會令你喺面對任何起跌嗰陣都能夠保持一份難得嘅冷靜。再講一個角度，要培養呢一種心如止水嘅氣場，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定期同自己對話，每日抽一段時間問自己今日有冇進步，今日嘅情緒波動係因為咩事而起。呢一種自我覺察嘅習慣會慢慢幫你建立一套屬於自己嘅內在秩序。當你嘅內在秩序足夠穩固，外界嘅風吹草動就再難以撼動你嘅根基。仲有一個值得思考嘅地方，就係心智強大嘅人往往同時擁有一種叫做延遲滿足嘅能力。布地唔會因為一時嘅不便而放棄長遠嘅目標，亦唔會因為短期嘅讚賞而衝昏頭腦。呢一種能力需要長時間嘅自我訓練先能夠養成。你可以由一啲小事開始練習，例如忍住唔即時回應一啲冒犯你嘅說話，忍住唔因為一時嘅情緒而做出衝動嘅決定。每一次成功嘅忍耐都係喺為你嘅心智肌肉增加一分力量。久而久之，你會發現自己面對任何挑縱，任何冷言冷語都可以保持一種近乎本能嘅平靜。呢一種平靜先係真正高手嘅標誌。仲想補充一點，心智嘅強大亦會直接影響你身邊嘅人，特別係你嘅後輩。當布地見到你面對逆境依然從容，布地自然會明白人生嘅起跌唔可怕，可怕嘅係你冇能力承受呢一種起跌，呢一種身教比任何說教都更加有力。所以與其不斷叮嚀後輩要堅強，倒不如自己親身做一個堅強嘅榜樣，讓布地從你嘅身上學識真正嘅人生智慧。最後一個重點係總結，要活出長者最後嘅一種頂級體面。窮困只係人生裏面一段插曲，唔係終局。當你實行咗呢一套獨處智慧，你就會發現你嘅生活質感提升咗，心靈亦變得強大。你會發現嗰啲以前睇唔起你嘅人，喺你變得清醒、變得強大之後，反而會對你產生一種難以言喻嘅敬畏。體面唔係買翻號嘅，係你自己守翻號嘅。唔好再做過一個隨便俾人欺負、隨便俾人串門嘅老人家。從今日開始，學會斷捨離，學會獨處，學會建立自己嘅邊界。呢條路雖然孤獨，但係喺你走到終點嗰一刻，你會知道呢一切都係值得嘅。做一個有底氣、有智慧、有體面嘅長者，呢個先係下半場應該追求嘅終極目標。如果你認同呢個觀點，不妨喺評論區留低一句：我願意行呢一條孤獨但有尊嚴嘅路。再講最後一個重點，呢一套獨處智慧並唔係一蹴而就嘅，務需要時間耗，慢慢尋賺。初期你或者會感到唔習慣，甚至會質疑自己呢樣做係唔係真係有用。但只要你肯堅持，你會發現每一個你選擇唔去串門，每一次你拒絕一場無謂嘅應酬，
都係喺為你嘅尊嚴增加一分籌碼。呢一種籌碼唔會即時見效，但會喺日積月累之中慢慢轉化成你嘅氣質、你嘅談吐，甚至你嘅整個人生狀態。到時候你就會明白，今日所做嘅每一個選擇原來都係有意義嘅。人生嘅下半場本質上就係一場同自己嘅修煉。年輕嗰陣，你或者會因為要打拼事業、要建立人脈而不得不參與好多嘈雜嘅社交，但到咗一定年紀，你嘅責任應該慢慢由向外擴張轉變成向內尋達。呢一種尋達唔係退縮，而係一種更高層次嘅累積。你將過往幾十年嘅閱歷慢慢消化，整理成一套屬於自己嘅人生哲學。呢一套哲學先係你下半場真正嘅財富，亦係你留俾後輩最珍貴嘅一份禮物。所以唔需要害怕孤獨，亦唔需要害怕俾人遺忘，因為真正活得清醒嘅人從來都唔需要靠熱鬧號證明自己嘅存在。報地嘅存在感係由內而外散發出號嘅。仲有一點想同大家分享，呢一套獨處智慧唔係叫你變成一個冷漠疏遠所有人嘅人，恰恰相反。當你先學會同自己好好相處，你先有能力去經營真正高質量嘅關係。一個連自己都安頓唔好嘅人，往往會將自己嘅不安投射到身邊嘅人身上，造成更多嘅摩擦同矛盾。相反，一個內心穩定嘅人，自然會散發出一種令人安心嘅氣場。呢一種氣場先係吸引真正優質關係嘅磁場。仲要提一提，年紀漸長嘅人往往會經歷一種身份嘅轉變，由家庭嘅支柱慢慢變成需要被照顧嘅一方。呢一種轉變好容易令人產生失落感，覺得自己嘅價值正在流失。但你要明白，價值唔係單純靠你能夠付出幾多去衡量。一個經歷豐富、內心平靜、懂得獨處嘅長者，本身就係一份無形嘅財富，報嘅存在已經足以給身邊嘅人帶好一種穩定嘅力量。呢一種力量唔需要透過頻密嘅串門或者大量嘅社交活動豪展現，報會自然而然咁喺日常嘅相處之中流露出豪。最後想講，每一個人嘅晚年都應該係一場屬於自己嘅修行，唔需要跟住其他人嘅節奏，唔需要為咗迎合社會嘅期望而強迫自己參與唔適合自己嘅社交。你完全有資格去選擇一種更加沉靜、更加自主嘅生活方式。呢一種選擇需要勇氣，但亦會帶豪前所未有嘅自由。希望大家都能夠喺呢一段人生嘅下半場找到屬於自己嘅那一份從容同體面。講到呢度，想再強調一次最核心嘅一點，今日講嘅串門交友、獨處、心智全部都唔係孤立存在嘅概念，報地互相扣連，構成一套完整嘅生存智慧。當你學會減少無謂嘅串門，你就有更多時間去篤選真正值得交往嘅朋友。當你身邊嘅圈子變得乾淨，你就更容易進入一種高質量嘅獨處狀態。當你習慣咗獨處，你嘅心智自然會變得強大。呢一個循環一旦啟動，會不斷自我強化，令你嘅人生愈走愈穩，愈走愈從容。呢個先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真正完整嘅一套晚年生存哲學。最後再講一句，呢一套思維唔係要你變成一個自我封閉嘅人，亦唔係要你完全脫離社會，而係要你學會分辨輕重，學會將最珍貴嘅時間同精力留俾真正值得嘅人。同時，當你能夠掌握呢一種分配嘅智慧，你會發現自己嘅人生無論處於順境或者逆境，都能夠保持一份難得嘅穩定同自在。呢一份穩定先係你下半場最值得追求嘅財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希望每一位聽到呢一段內容嘅朋友
都可以喺自己嘅人生下半場活出一種屬於自己嘅，唔需要靠任何人認可嘅體面同自在。其實講到尾，無論係串門、交友、獨處定係心智，呢幾樣事情背後嘅核心都係一個字，叫做選擇。你選擇將時間放喺邊一啲人身上，你選擇用邊一種心態去面對逆境，你選擇相信自己嘅判斷，定係相信別人嘅閒言。每一個選擇累積起毫，就構成咗你嘅人生。所以從今日呢一刻開始，不妨問自己一句：我而家做嘅呢一個選擇係令我變得更加強大，定係令我變得更加被動？當你習慣咗用呢一種角度審視自己嘅每一個決定，你嘅人生自然會慢慢行向一條更加清醒、更加有底氣嘅路，每一步都行得更加踏實，更加心安。